特別新聞報道，一名港女喺行富士山途中，因為疏忽而遇上意外。大家留意途中女子發生咗啲咩嚴重疏忽事故？就係佢嘅手臂，暴曬8小時行上山，手臂已經出晒水泡，但係1小時後，佢完全康復。1日之後，更加完全平滑晒。究竟係乜嘢令到佢咁快可以康復？就係艾多美嘅乳木果 Body Lotion， 佢有強效肌膚護理5重層疊保濕，適合乾燥濕疹皮膚。哇！我都嗱臨要去買返先。多謝大家繼續陪我享受我嘅健康生活，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俾朋友仔啦，拜拜。